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婚林的猪肉价，为9月15开始，1公斤六角寸67块，人其他的县市1公斤拢到还阁有70多块，也就是讲，婚林的猪仔笼每卖一只猪仔，就减收将近1000块。婚林肉批市场来解说讲，因为猪仔笼抓准中秋节，猪肉价会来涨悬，所以大量来出货，想袂到市场的需求无来增加，才致使继续来落盘。李伟所地分认为，肉品市场无适时来调整到猪仔食的出货量，致使猪仔肉价来落价，是受到县长张丽仙的影响。张丽仙来回应讲，倒咧嘛着穿。3年因前用火炭去烘当年的中秋前后，猪肉需求量拢增加，因为婚林毛底的价少煞败价。依照行情，9月15，毛底的价少每公斤平均是71块6，新北是73块8，桃园是74块9，上过宜兰每公斤有到79块，也毋过婚林敢若67块6，9月2因毛底每公斤平均的价是69块1，婚林敢若67块8，加算出来每卖一只猪，婚林的猪笼拢比其他县市的猪笼减1000块左右。婚林肉品市场解说讲，这是猪笼大量出货所造成的。有一个预期心理说，节前之的价格一定会往上走，需求是没有增加的。因过立委所伫粉地面册写讲，饲猪仔何苦？张冠宇疑心何忍？认为肉品市场无适时调整猪的出货量，致使讲猪仔败价，是受到张丽仙的影响。我想汤这也会中枪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！中央政策，你应该为你的政策负起全部的责任。张丽仙强调讲，自由市场无人法度控制，嘛认为讲中央进口美国猪肉。致使讲猪肉加工厂调整国产猪肉进货量，这嘛是猪肉价少败价原因之一。